等我哋撳下去睇下。好啊！大家好啊，我叫做媽咪油，呢一個係我嘅仔仔。我哋咧係探險家嚟噶，最中意就係去唔同嘅地方發掘寶藏噶啦。呢度係邊度嚟㗎？呢度係藍田靈糧幼稚園啦。呢度係咪有寶藏㗎？呢度有好多寶藏㗎。呢度有最大嘅寶藏，仲有最珍貴嘅寶藏。咁我哋出發去探險啦！我睇下先，呢度係音樂室。媽咪，啲小朋友上音樂堂好開心啊！係喎，藍田靈糧幼稚園採用奧福音樂教學法，打破小朋友坐定定學音樂嘅傳統，以歌曲、舞蹈、樂器合奏同埋即興嘅創作方式，俾小朋友用身體去感受音樂。除咗上音樂堂，佢哋仲會喺度舉辦唔同類型嘅活動，例如聖誕表演練習、西餐宴、常識問答比賽同埋音樂會等等。咦？點解有個媽媽喺度講緊故事嘅？哦，原來藍田靈糧幼稚園唔單止小朋友可以入嚟學校，家長都可以入嚟學校一齊玩㗎。佢哋會邀請爸爸媽媽入嚟講故事，又會開放早會同埋午會俾家長入學校觀察小朋友嘅校園生活。PTA 又會舉辦唔同類型嘅活動，例如兒童遊戲日、親子運動會、靈糧花市等等。爸爸媽媽都可以入嚟做義工，一齊玩㗎。咦？佢哋做緊啲咩啊？原來而家係小朋友嘅自主遊戲時間啊！藍田靈糧幼稚園有一個超過6000尺大嘅戶外遊樂場，有木梯、地氈、木條同埋車胎等。小朋友可以喺自主遊戲嘅時間選擇唔同嘅工具、方法、玩伴同埋活動區域，自由探索。哇！呢個咁大嘅場地，仲可以俾小朋友喺度食自助餐啦，進行拍球王比賽，同埋環校跑添啊！哇！呢度嘅課室真係好大啊！我仲見到大自然與生活區、視藝區、積木區、語文區、識數區、探索及觸感遊戲區等。而且無論喺課室入面定係走廊，我都見到好多聖經嘅金句啊！啊！我知道啲寶藏喺邊度啦！頭先喺靈糧每一個角落，你哋揾唔揾到唔同嘅寶藏啊？我哋揾到好多寶藏啊！唔單止知識寶庫豐富咗，創造力、思辨能力、勇氣同埋團隊精神呢一啲嘅正向特質都有大大嘅提升啊！呢啲係咪靈糧最珍貴嘅寶藏啊？嚟到靈糧，天父就會將最大嘅寶藏9種聖靈果子嘅特質放喺小朋友心裏面。經過咗愉快嘅校園生活，你哋嘅爹哋媽咪亦都會得到最珍貴嘅寶藏㗎。咪就係我哋咯！而家我哋就去唔同嘅小學發出靈糧之光。哇！媽咪去到依家藍田靈糧幼稚園啦！既然係咁，我哋就快啲變身，一齊加入靈糧嘅大家庭啦！